Hello， 大家好，我係沙老師。家有好多家長同我分享，佢話佢哋都好緊張小朋友嗰個小一面試，因為小學係一個好重要嘅階段，而且有某一啲小學係會聯繫住中學，影響小朋友一個好長嘅學習生涯啊！咁家長就可以留意我哋 First Spring 嘅小一面試班啦。我哋嘅小一面試班由資深嘅註冊老師根據各間直資同埋私立學校嘅面試要求要設計，訓練小朋友嘅表達、分析、判斷同埋社交能力。我哋嘅課程會教小朋友點樣去有禮貌咁回答問題，強化中文、英文、數學嘅基礎，熟練相關嘅技巧。採用由淺入深嘅小班教學形式，幫助佢哋培養合作嘅精神、情緒管理同埋紀律。課程內容由幼稚園嘅低班 K1 開始階段嘅基本詞彙到 K3 階段嘅模擬面試，提升佢哋嘅靈活應變能力。以往我哋嘅學生好多都能夠成功入讀到自己心儀嘅學校，快啲 WhatsApp 我哋聯絡，了解更多詳情。